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遮宝贝啊？世界人必直伫十个的地下，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上帝平安，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先起立来吟诗，学咱的上帝。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念全首。我
济，咱做伙来祈祷。除要听动阮天顶阿爸爸创造天日月星辰万物世界的上帝，在阮身体也未形成前，你就入捌阮。在你有定日子，你叫阮对母胎出世，享受阮生命，阮感谢你。你叫对阮的鼻孔分一口气，互阮成做有灵的活人，享受阮活命，阮感谢你。但是世间人拢犯了罪，无上帝荣光，亏欠上帝荣光，所以代价就是死亡。但上帝，你疼世间人，甚至享受独生囝耶稣为正人定十字架，较赢死亡，佮享受阮永远活命，阮感谢你。主啊，这一切恩典，世间无比这恩国大。对过去一礼拜，阮无够正心正信，尽意尽力听主阮的上帝。阮也无够听厝边敢若家己，也无够彼此相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但是你顾念阮只是土粉，怜悯阮的软弱。你无照阮的过卦来款待阮，也无照阮的罪恶来报应阮。反正天离地有偌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遐尼大。当离西有偌远，你予阮的罪恶若离开阮遐尼远，因为上帝，你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去，阁有丰盛的慈爱。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老爸安怎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也安尼怜悯敬畏伊的人。阮感谢你。主啊，在7日中上水早起，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要用懊恼入你的院，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因为耶和华是好。全世界拢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用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主啊，求你发动来自在阮内底的圣神，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互阮正讲真实明白上帝你奇妙话语的气力甲能力。主啊，互阮会照着你的气力能力提升转发阮的生活，阮的行为来合你的心意。啊，求你教示阮，无行歹人计谋，无伫罪人的道路，无坐武汉人的座位。反正每日三事意爱耶和华律法，亲像树在咧溪水边，按时结果子，树下也袂孤单。主啊，伫阮中间，阮有身体欠安的，阮有心灵软弱的，阮有家庭失和，阮有阮工作、学校生活有困难的。主啊，甚至阮失识阮亲爱的朋友、阮亲人。主啊，这一切苦痛，你拢了解，因为你在世上33年，你经过世间所有的苦痛，你拢替阮承受。主啊，求你即时用你家己来补贴阮的亏欠，补贴阮的无足，补贴阮的欠亏。主啊，求你互阮会当有经验，像约伯安尼讲。以前我用耳孔听见你，但我要用目睭亲目看见你。主啊，求你怜悯阮。主，阮的祈祷永远无够野，我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
启用第7篇，伫圣诗后壁第9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是水会上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怨无假。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咱再来吟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282首，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咱吟全首。
赞美男声合唱团庆贺宝贝应允。水声献予至高的上帝。咱过来恭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至12节。第二处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至12节。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叨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要来拜伊。希律王听去就八百，通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正祭司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师问因：基督要伫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遐个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对安尼，希律暗自调博士对伊详细查迄粒星出世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问迄个婴仔的事。找到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伊听起王的话就去。突然，东方所看见的星，最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到迄粒星，欢喜到袂顾得。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扑落去拜婴仔。开因的宝盒，献礼物，
互伊，就是黄金、乳香、木药，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转去本所在。第二处，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至12节。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因。伊伫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人毋接纳伊。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收视因有权，成做上帝囝儿。以上，今日中间来讨访实事是本教会主任牧师蔡牧师，伊的讲题是拒绝耶稣的人，拒绝耶稣的人，咱用谦卑顺服心，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大讲节的第2主日，所以牧师也要透过圣经中间的人物，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这题目就是拒绝耶稣的人。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应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伫你的话语中间有记载真侪人物，我们透过这人物的性格、因的性情甲因所做来学习。因有无好的所在，有软弱的所在，求主帮助阮也提醒，阮本身敢是有相关的软弱，来更新改变。如果因有好的所在，愿恳求主，你互阮用较无的心来学习因，来成做你所欢喜的人。主啊，这个时刻，阮要静静来听候，求你对阮讲话。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最近因为接近圣诞节，所以四围拢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包含咱的教会。也包含一般世俗人，伊嘛咧过圣诞节。但是咱伫圣诞节中间，咱所看到这灯塔、这布置，常常拢将，特别是伫外面世俗的布置，拢会将耶稣基督摆脱。咱看圣诞老人来取代耶稣，有真侪圣诞树来取代耶稣基督的美座。所以咱来理解如果咱若将耶稣基督摆伫伫圣诞节以外，就是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安尼讲，讲到伫世间，上帝借着伊来创造世界，但是世界人竟然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却无要接受伊。所以咱理解，毋是咱这个世代的人咧拒绝耶稣，其实对耶稣基督降世的迄个时刻，都有真侪人，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误解，甚至是无要接受，透过安尼来拒绝伊。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圣经中间所记载这的人来学习，来改变。所以牧师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四种无共款的人。因拢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咱透过安尼来学习。第一种人因就是祭司长甲文士。但是迄个时阵，祭司长甲文士因拢变成做一种形式主义。虽然因是宗教领袖，但是因将宗教化作一种形式。咱来理解当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要找犹太人的王。希律马上就调这祭司头甲文士来到伊的面前，对伊问讲：基督要降生伫倒位？伊马上回答标准的答案，就是伫犹太的伯利恒。所以因拢真清楚，为什么因会遐尼清楚？咱来理解就讲，这祭司头因是对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因主要的工作是专心伫会幕、伫圣殿内底去侍奉上帝。
当百姓来献祭的时阵，因帮咱百姓献祭，来举办这个宗教礼仪，嘛有伫圣殿中间，轮班来唱诗歌，所以伊是料理圣殿一切事工的侍奉的这人。所以若今仔日来讲就是牧师啦，甲这圣歌队的这叫祭司头，另外文书文书就是律法师甲经学教师，因是专门咧研究摩西律法、解说律法、教示圣经，所以因有受真侪只门徒，甚至因伫社会中间受真尊重。百姓中间若有纷争的时阵，因会甚至会当参与审判等等这工作。所以咱无论是祭司头，也是文书经学教师，因拢是当时阵社会中间真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所以照你这个人因既然专心去研究圣经，关心信仰的代志，应该是对圣经中间有关弥赛亚的有言，因是非常清楚。照你讲是非常较无的，因为特别是犹太人，因长期伫异族的统治下面，因迄个心中迄个较无弥赛亚，期待弥赛亚的来临，因应该是真特别关心。但是咱看见圣经中间的记载却毋是安尼，因原本的应该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主角但是咱看见变做配角。因出来讲耶稣基督会降生伫犹太伯利恒，讲了，因就无因的戏就结束因就消失伫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人因伫因国家发生这么重要的宗教大事，基督降生原本的是应该爱去关心，应该爱去注意，但是因一点也无关心。因研读圣经知影答案，但是却一点也无关心真理，无要去追求真理，无要去实践真理。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透过安尼来反省，咱敢会有时阵亲像这个文书甲祭司头，读圣经知影答案，但是却一点也无关心真理。今日有真侪教会的信徒就是安尼，圣经考试可能考100分，但是实践真理却无及格。信仰变成做形式主义，礼拜讲有来礼拜就好，人有坐伫遮就好。牧师的道理，牧师讲道，听听就好。这信仰的真理，听听就好，无愿意实践。这实在是真可惜。信仰的道路，敢亲像行一半就放弃咱来理解，咱的信仰是大有气力的，会当改变人的生命的信仰，甚至会当改变你的家庭，改变这个社会，改变咱的国家。咱的信仰有遐尼大的关联，但是咱竟然介像是清菜，所以咱应该爱更新咱的信仰，互咱的信仰来活泼起来，互信仰影响整个的生命。咱唔通干那应该爱认真研读圣经，而且爱将所领受的来实践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教会中间有举办真侪活动，其实是咧激励大家爱定心去思考咱的信仰。譬如讲，咱拜六咱有举办一个福音大会，福音大会咱有请一个请人来见证，伊咧见证讲上帝安怎去影响伊的生命。我拄则讲过，咱的信仰是遐尼力量遐尼大，会当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咱透过别人的见证，咱嘛会当得到激励。我嘛要互信仰来影响我的生命。咱后礼拜日，咱邀请肖水卡牧师，伊要来分享，伊安怎带领一群兄弟姊妹，大家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用教会的力量来改变整个的社区。所以咱的信仰有遐尼大的关联，咱特别爱时常去更新，互信仰活泼起来，互信仰来影响咱本身以及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是咱应该爱来学习的。第二个人物叫做希律，希律是代表罗马皇帝，伊做这个犹太人分封的王。
伊是做犹太人的王吼，伊是管辖巴勒斯坦的所在，伊治理巴勒斯坦33冬。其实南部一个角度来看吼，伊伫治理顶面吼，其实伊是真简单的吼，因为伊用伊的计划，互巴勒斯坦焕然一新吼，伊伫伊的伫个巴勒斯坦遮起造真侪遮的真重要的建筑物，甚至伊重新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伊促进商业甲贸易的繁荣，所以伊真得到这罗马皇帝的信任。但是伊个性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缺陷，就是伊对别人真够怀疑啦。特别是伊真烦恼，有人要来夺走伊做犹太人王的这个王位。所以伫历史中间咱会当看到大希律伊有娶5个某，生7个囝。伊有7个囝会当继承伊的王位但是伊时常烦恼讲，伊还未死之前就去互伊囝取代所以伊家己亲手杀死3个囝所以伊是一个真够怨妒真惊别人抢夺走伊的王位的人。所以当伊听东方的博士讲，迄生落来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了，伊心中就开始烦恼，所以伊就下令屠杀所有生伫伯利恒附近2岁以内的这查某囡仔，因为伊惊伊的王位去互夺走。亲爱兄弟姊妹，咱要对希律学啥物货？其实咱每一个人有时阵会变做希律王啊，因为咱常常拢想要家己做王啊，咱常常想要家己做王，咱拒绝耶稣基督来掌管咱的性命。有真侪人伫平顺的时阵心肝就对耶稣讲主要说我即摆真好所以你暂时莫来管我我若有问题时我较找你就好所以我就安尼，互我舒适安尼过我的生活你莫来干扰我的生活你莫阁叫我爱服侍，莫叫我爱做啥物代志我拄着困难较去找你就好。咱想要家己做主，想要家己做王，咱想要管家己。所以咱惊耶稣基督来干扰咱的性命，咱惊讲圣经的道理，咱阁爱去实行，爱付出真侪费力较劳苦。所以咱讲主要说，我需要的时阵，我较找你就好。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主要说为什么要来世间？这是因为咱受到罪恶的捆绑，所以咱爱家己做管家己，家己做王。安尼咱受这个罪恶的捆绑直到咱一日一日去沉沦去坠落。所以咱来欢迎主耶稣基督来到咱的心中，互咱对咱家己的需要中间会当得到透放，咱的生命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咱对希律王，咱来反省咱家己，咱应该更较谦卑，欢迎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来掌管咱。第三个拒绝耶稣的人是什么人？是这个客店的头家咱若看路加福音书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当时阵罗马皇帝命令全国爱做户口的普查，因为约瑟是代表的户的，所以必须要对拿撒勒来到代表的城伯利恒来接受户口普查。因对这个拿撒勒甲伊玛利亚两个人迄个时阵玛利亚已经有心，所以因安尼千里迢迢赶来这个伯利恒的时阵，可能天已经暗啊。这时阵伯利恒已经可能拢充满真侪这外地来的人。圣经中间讲因连找一个客店嘛无。咱路加福音书记载，这客店的主人因拒绝耶稣一家人。我想咧想若迄暗，毋是约瑟甲玛利亚来，是一个大官，还是罗马的军官，还是一个好野人来？这个客店的头家看哪找嘛，会找一个所在互伊住。但是约瑟夫妇却被拒绝。耶稣基督他出世，就被逼爱藏伫马槽内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客店的头家，因为漠视人的需要，失去接待耶稣的机会。而今仔日，咱来透过伊来反省，咱敢是亲像安尼？伫圣诞的节期中间，咱真欢喜、真快乐，咱参加暗会、参加真济庆典，咱去忽略遐真真正正需要的人。咱应该爱反省家己，咱敢是无看遐世间的弱势的需要？咱来注意，伫主耶稣基督的譬喻中间，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有记载。当审判的时刻，上帝要亲像牧者咧分好人甲歹人同款，分公羊甲绵羊同款，将人分做好人甲歹人。上帝要对义的人安尼讲，伊讲：我枵你互我食，喙焦你互我啉，我流落异乡你收留我，我赤身裸体你互我穿，我破病你照顾我，我在家你来探访我。这义人要讲。主啊，我从来唔爱做过这个代志。主耶稣基督讲，我实实甲恁讲，既然你为着我军队我的中间一个上界微细的人做的，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所以现在兄弟姊妹，咱唔通用咱的蔑视，无注意到遐需要的人。咱伫圣诞节期的中间，咱更加应该爱去关怀遐真正需要的人。我看去永武牧区有一寡兄弟姊妹。因伫冬天的时阵，圣诞节期的时阵，来募集这个冬天的衫，然后送去予真正需要的人。这是圣诞节期咱应该爱做的代志。咱唔通将咱的节期放伫欢喜快乐那尔，咱应该爱去关心真正正需要的人。最后一点，牧师要分享的，古在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大家一定会感觉奇怪，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甲伊的学生也会真做拒绝伊的人？是因为因用误解来拒绝耶稣。因虽然对耶稣真尊重，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但是因对这个弥赛亚甲救世主其实是误解。伫这礼拜的查经班中间，牧师有分享到，因为犹太人伫迄个时期的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异族的统治，所以因实在是真艰苦。所以因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渴望，讲上帝兴起一个救世主，会当推翻当时统治因的罗马政府，互因会当恢复家己的荣光甲尊贵。所以因足期待有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带领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当耶稣出来，因发现耶稣有能力。因想讲耶稣就是上帝要兴起迄个政治上的弥赛亚，因心中嘛咧想讲，我若军队这个弥赛亚，将来伊若做王的时阵，我会当做宰相，我会当做一官半职，会当得到。所以因军队耶稣，但是无想到耶稣竟然被掠、受苦，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这款的误解一直到耶稣基督去活了，因才得到定情，因才真实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伊是要来掌管人的心。只有人的心的变化，这世间才能真正得到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误解耶稣无？今仔有人将耶稣当作是有求必应的一般神明，讲咱对耶稣求什么，伊就予我。其实这是对耶稣基督的误解。误解就是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伫这个时刻，咱更加应该爱较无去追求，更加应该明白这个真真正正要成做你的救主的主耶稣基督。咱若对伊有清楚明白，咱才能得到真实的接纳。圣经中间，咱对耶稣读的第二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讲：既然接受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就想属因得权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互咱的罪得到讨放，重新甲上帝结连，互上帝甲咱过好，咱才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亲爱兄弟姊妹，望咱对耶稣基督会当有这款真实
清澈的人物，咱接纳伊成做咱生命的救主，欢迎伊进入咱的生命来掌管做主，做咱的王。伫圣诞节期的中间，咱常常会用真侪无共款的方式去庆祝，但是牧师真实仰望大家，咱用悔罪的心，欢迎主耶稣基督降生伫咱的心中，用敬虔的心来听候，来追求主耶稣基督。我捌听过一个有关圣诞节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讲吼，讲伫圣诞节的时阵，有一间教会吼，因真认真咧来备办圣诞节的庆典，所以因就叫儿童助理二吼，开始来搬这圣诞节的节吼，为着要庆祝圣诞节。但是因咧排演的过程中间吼，老师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吼，因为伫这囡仔吼要表演吼，其实真困难控制嘛。有的囡仔真细汉，毋知要安怎演吼。当然有的较成熟，所以老师就安排因表演适当的角色吼。那较好表演的，就互因演迄个故事中间的主角，需要较侪台词，需要较侪表演的吼。所以就互因演，比如讲演约瑟甲玛利亚吼，这需要较侪台词的吼。若袂晓演的吼，上细汉的，就叫因演遐个羊仔啦吼，迄羊仔根本都毋免讲话，就伫遐说来说去就会使吼。其中有一个吼，一个囡仔吼，伊反应较慢吼，平时嘛无啥咧讲话，老师嘛毋知要安排啥，到尾想想讲安尼好啊，互你演迄个客店的头家吼，客店的头家足简单嘛吼，只要约瑟玛利亚起来弄门的时阵，拍开门来讲无，阮遮无吼，无所在，门关起来就会使吼，甚至就毋免讲你拍开看了，吼，就来门关起来就会使所以互大家就排练真久，状况足济就对了吼。一直到迄天要演的时阵吼，大家拢顺序安尼装塔好势，开始来演吼。头前拢演了真好势哦，结果演到即个约瑟甲玛利亚吼，约瑟带即个大巴肚的玛利亚要去迄个客店拍门的时阵吼，一弄门了，即个客店的头家门开去吼，煞拢无讲话啦吼，约瑟就讲。约瑟反应较紧啦，来讲恁遮敢是无所在，互阮住吼？迄个嘛无要讲话，讲你若无所在，我要走啊吼。结果迄个囡仔门拢来拍开讲，有啊，我遮有所在。因为迄个时阵，迄个玛利亚是来演了伤过真啦吼，说我要做这下，就要写出来啊。迄个客店的头，迄个囡仔看到讲，我遐尼可怜吼，拍开门讲，阮遮有所在吼。所以大家煞毋知要安怎演落去啊！这个囡仔的妈妈吼做歹势，拢走去抱迄个囡仔吼，要来抱走啦吼，讲做歹势。囡仔一边向抱，一边走的时候，佫讲有咧，我遮有所在，你莫住。吼，这个结论到遮拢结束吼。大家就四散回去吼。但是大家回去的路上吼，大家拢咧想一个问题：今日若主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阵，约瑟甲玛利亚来领导拍门的时阵，伊来讲我遮无位，请你回去。是拍开门，亲像这个囡仔相款，讲欢迎你来，我遮有位，请你降生伫我的心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嘛相款，咱咧庆祝圣诞的时刻。今日主耶稣基督就是要降生伫咱的心中，你是要对摇头摇手讲，卖你莫来，就是要拍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带入你的心中，欢迎伊来。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赏赐予阮，赐下阮恳求你帮助阮，伫这大共的节期中间去反省阮的心。阮敢是用任何的理由，用一寡阮家己所想出来的理由来拒绝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心中。主啊，求你帮助阮，阮愿意悔改认罪，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
欢迎主耶稣降临伫阮心中，来掌管罪主。恳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既然心中听起的道，努力去行的人，上帝要祝福这个人。咱再回应诗歌，新信诗195首是后壁第4页。我特别爱小介绍一下，这新信诗是作曲甲作词是作曲是蔡无师娘。作曲是蔡无师娘，作词是咱的蔡无师，所以特别爱介绍一下吼，多谢民产长老甲我提醒。咱来唱念这圣诗吼，来请起立，咱来念诗。咱继续以奉献来进行咱的敬拜。奉献是咱基督徒的特权，上帝予咱的特权会当甲伊同工，这是何等荣耀的代志。但是若是无方便，也是无了解，请暂时免。第二，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届咱中间的朋友甲兄弟，请你用头前座位头前的留名卡填写，交互收奉献的职事，好来甲你介绍来礼拜日，我再来准备奉献。
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给我福分，求你竞选来做你的儿女，得到永远的活命，得到永远的福分。主，阮感恩，妈咪拢是你赏赐的，阮将赏赐的来奉献予你，求你降察接纳，做上帝国的所用。求你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接着，咱来关心教会事工，报告咱翻开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大降节第2主日，点第2节代表信心，互咱用坚定的信心学习完全的信靠甲沟通。来面对每一天生活。第二，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退休传道书奉献主日，呼吁兄弟共同支持总会团福会，关顾在职甲退休牧者夫妻，以及牧者同病、急难救助等等的事工，并且咱用实际行动来陪伴。疼惜咱的牧者，具体关怀。本会会友许淑彩姐妹，在10月22号安息主怀，已经伫12月初1举行告别式，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王玉民弟兄，伫10月27号安息主怀，已经伫10月初1。举行安息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曾志明弟兄，是郭美智的囝，在10月初2安息主怀，定于12月25拜3上午10点30分，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真爱一世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6点，12月14本周拜六下午7点半到3点45分有圣诞福音大会，咱特别邀请艺人小马来分享伊的生命，主题是因为软弱，所以勇敢。10月22号后礼拜日上午10点半，第16礼拜堂有圣诞。俄罗礼拜，请参加，请搁翻到第6页甲第7页，翻到第6页、7页，才有一青少年事工，有国中、高中，甲社青、大专、大学的圣诞的餐会，甲暑假、寒假篮球的宴会，请大家尽足来参加。咱中部大道的事工，第10到12月第2期，伫咱每一人的头前拢有一个大刀卡吼，有一个黄色、蓝色甲红色，请大家注意。搁掀开第9页。10月29有洗礼消息，成人洗礼29人，坚信礼11人，小儿洗礼4人。信用告别3个人，
咱来欢喜来迎接新的家庭的成员。请阁掀开第10页，照25位身体欠安的兄弟，请来关心代祷，并且用实际的行为来陪伴。上尾请翻到第16页，翻到16页，才有一连串圣诞节的活动的时间表，咱会当伫来邀请，也未未捌上帝的兄弟朋友来做伙来听这个大好的消息。以上报告，按现主时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友代祷。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第一位是这个杨金美优贵律师哈，毋知这伫倒位？伫遮哈，欢迎欢迎。可另外是一对夫妇哈，对美国回来哈，这个徐凤仪先生甲张素贞律师，毋知坐伫倒位？伫遮哈，欢迎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兄弟姊妹。咱搁新的一期的这中保大道吼，伫1月份要开始吼，所以咱有一个这个见证影片吼，要甲大家分享。大家平安，我是蔡无孙娘。我看起来若像真乐观无烦恼。大家平安，其实我是蔡无孙娘不足的人。我看起来若像真乐观无烦恼。其实我可是一个软弱不足的人。但是上帝真疼我，困境，紧算我真做中保大道的当丧志的时阵，每一届一去。但是上帝真疼我，紧算我真做中保大道的当工。每一届一去祈祷室的时，上帝就搁一摆会提起甲加持我。大家平安，互我毋简单看到家己的软弱甲需要，反倒当注心伫上帝的信息甲慈爱。多多伫教会甲兄弟欠缺的所在，献上忠心的祈祷。因为安尼，软弱的我人生得到对伊遐来信心甲勇气。一摆搁一摆，学习塑造生命路上，岁岁就头。暂停来欣赏身躯边上帝创造美丽的风景。咱过去有受过训练，还是讲你也未受过训练，咱来参加这个训练会了，咱会当来参与这个时间哈。这个时间确实是一个真好的时间哈。多谢我的补充报告到这了哈。这时咱同心来代祷，咱同心来祈祷哈。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互阮会当更新改变。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互阮的心亲温柔，亲像马座，来迎接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的中间。阮特别恳求你帮助阮，伫这圣诞的节期中间，会晓得将救主降生的消息报传出去。互也未就近你，也未明白你的人，会当来明白你，来就近你，来接受你，成做因生命的救主。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也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如果若有亲人死失的，求你亲自安慰；有身体肉体顶面有病痛，求主亲自医治。如果若心神忧闷的，求主亲自安慰。阮特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今日来到阮中间的这新朋友，互因领受主大的恩典，保守看顾。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用阮的性命的见证来回应你的恩典。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唱祝福的诗歌，请起立，
诗歌513首，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